電子書宇宙的雙重密碼142857369的終極對話，從第5空間理論解讀物質世界與神聖法則的永恆對話。作者言幾切。X 空間系列序章：兩個被遺忘的數字謎題。在人類文明的漫長歷史中，有兩個數字謎題一直靜靜地躺在我們眼前，等待着被真正理解。第一個謎題藏在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分數裏，1除以7。當你拿起計算器，按下這個除法，你會看到一串令人着迷的數字，0.1428571428571428576個數字，永恆循環，沒有盡頭。第二個謎題來自一位被稱為最接近神的人的科學家尼古拉·特斯拉。這位改變了人類文明進程的天才，在他的筆記中反覆強調着一句話：如果你知道3、6、9的奧秘，你就掌握了宇宙的鑰匙。兩個謎題看似毫無關聯，一個是數學課本上的冷冰冰的循環小數，另一個是天才科學家留下的神秘遺言。但如果我告訴你，這兩個謎題實際上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，它們共同揭示了宇宙最深層的運作秘密，你會相信嗎？一個被忽視的事實讓我們回到1428557這6個數字，請仔細觀察1428557，從0到9 10個數字中，它包含了6個。那麼缺失的是哪些？0、3、6、9。令我們暫且不論，它代表着虛無，或者說一切的起點與終點。但剩下的3個數字呢？恰恰是3、6、9。你看到了嗎？宇宙中最完美的循環系統1428557，恰恰也必然地缺失了特斯拉窮盡一生要告訴我們的3個數字。這不是巧合，這是宇宙在用最優雅的數學語言向我們揭示一個驚人的真相：存在着兩個層次的世界，一個是我們能看見、能測量、能觸摸的顯化世界，它在1428557的永恆循環中運轉；另一個是我們看不見卻主宰一切的本體世界，它由3、6、9的神聖法則所構成。本書要做的是，在接下來的旅程中，我將帶你深入解構1428557的所有秘密。為何它是物質世界的完美象徵？為何它必須缺失3、6、9？揭示3、6、9各自的宇宙角色，它們如何分別代表創造、秩序與回歸？提出第5空間理論，一個能夠統一量子力學與意識哲學、東方智慧與西方科學的全新框架。理解特斯拉的真實遺產，他不僅僅是一位發明家，更是一位法則的應用者。學會實踐這些知識，從被動的觀察者成為主動的創造者。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數學書，也不是一本玄學書，這是一本關於宇宙如何被編碼的書。這是一本關於你如何能讀懂這些編碼並運用它們的書。你準備好了嗎？現在請放下你對數字只是數字的成見，請暫時忘記科學與玄學之間那道人為的鴻溝，讓我們像孩子一樣，帶着純粹的好奇心去凝視這兩組數字1428573、6、9。一組在循環，一組在缺席，一組是舞台上的演員，一組是幕後的編劇，一組是被創造的果，一組是創造一切的因。而你現在正閱讀這些文字的你，即將獲得一把鑰匙，一把能夠打開兩個世界之間那道隱形大門的鑰匙。特斯拉窮盡一生想要給我們的，就是這把鑰匙。現在，讓我們一起把它撿起來。